鲜花文康娱乐中心18日上午热闹滚滚，台顶一个村里社区陆续接入表演，插入新歌店现场气氛。这次市民学院总共有8堂课，那这8堂课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最喜欢就是那个多肉植物。那多肉植物是最多人喜欢参加，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一些生活舒压。市长王伟泰也出席了新歌店，除了强调市府新建甲整修活动中心，互民众有休闲的所在以外，也肯定市民学院开办用心，以及市民学习的丰富成果。社区活动中心也好，也是里活动中心也好，拢总是咱市民朋友真好的这个学习的所在。咱有总共有开80几班哦，总共开87班。这来上课总共有2500几个。我伫遮嘛大家报告，咱希望讲刷来，咱会当有搁较侪班，有搁侪人来学习，有搁侪人来成长，有搁侪人来运动。市府民政局结合里活动中心开办111年市民学院，经过几个月课程学习，特别举办新歌展，现场参与的村里社区摆出一件件作品，手工包、手工艺品、纸黏土顶应有尽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美的一个作品可以在生活上，可以在美学上都能够互相辉映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执行长，还有我们的学员共同的努力的学习，才有今天这么优美的一个成果。这一次那个手工精油皂李明参与的状况非常良好因为也可以学到一技之长。李明也非常的开心说，精油是怎么样来做手工肥皂，可以学以致用。其中安南区的红红里结合精心新技，开办手工精油皂课程。精油皂因为除了好看以外，嘛相当的实用。因为要列为生活上的疗愈，那我们也用成蔬菜啦、金箔啦、柿子，还有我们多肉植物的盆栽。那多肉植物盆栽都是最多人喜欢，因为它做成盆栽之后呢，它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它可以做一些舒压，或者说它可以做抗菌。因为我们精油皂本身就有抗菌跟那个驱蚊的效果，所以我们当然用绿色的香茅为主轴。这条新歌展也和长辈展现拳击舞，也和观众印象深刻。各社区也互相交流，达到交易观摩的目的。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